尤其暗时啊，到合欢山的暗空公园来看星星，竟然听到咧唱佛经。这个暗时啊，暗暝暝，佛经唔知为倒位传落来，听到是去这个鸡母皮，赶紧来报警。结果警方是伫个公园路边的草仔堆，甲派出所附近的电火条仔顶，拢找到一台莲花形的太阳能的佛经机。唔知食坑诶，就帮一个查无俗哦，一台原来爱真侪钱。这个警方先甲收起来，较袂过来吓惊到游客。伫合欢山延丰路段边的草仔堆传出有佛经的歌曲。游客行过看，发现这个佛经歌是来自这台莲花形的佛经机，透过这个小喇叭，直直咧唱佛经。顶悬阁有敢若是太阳能板的欠电装置，若是无互人关掉，这台佛经机有可能会一直唱24点钟。听到会吓到吧？出来外面就是听这个虫鸣鸟叫啊，忽然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，尤其如果晚上的话，心里会觉得毛毛。佛经机唔知是谁藏的，尤其暗时到延丰的暗空公园看夜景的时，就听到一连串佛经，感觉气氛有淡薄怪怪。袂少人嘛讲会互惊到，嘛认为无属于大自然的物件，拢无应该放伫山顶，所以报警来处理。警方除了伫延丰路边发现一台，伫翠峰派出所的路边嘛有一台。我们派出所就从善如流，先去把它拿回来啊。有跟那个李小姐联系，她就请我们派出所先行保管。呼吁不要在我们台14甲线的沿线附挂或是张贴，甚至放置任何广告物、违规招牌，甚至丢弃废弃物。那如果依经我们查获的话，我们会按照广告物处理办法的话，罚的是从1200到6000元。这种类型的佛经机伫电商平台都买得到，一台阁要400-500块，其实嘛无俗。所以公路总局认为伊毋是本数，嘛无被放伫路啊阻碍交通，所以嘛请警方照依实物来处理。先登记好收起来，再等主人来领回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